好，咁中三 central tendons 嘅問題啦，咁 mean 冇 median 嗰課，咁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個 data，咁我哋數咗 data 先啦，因為佢俾咗 mean 你啊嘛，咁啊 mean 同 median 都係13，咁啊所以咧第一個條件就加晒佢啦，10加13加12加12加11加16加14加 m 加 n 咧，除翻9個啱啱數咗嘅，等於13。咁啊撳機，10加13加12加12加11加16加14，咁啊88加 m 加 n， 咁啊13乘9就係117，咁啊減翻88。好，咁啊 set up 咗我哋第一個 condition 啦 ，m 加 n 等於29，咁啊呢個同學咧剔咗呢個係啱嘅。跟住第二個啦 median， 咁記住咧就排咗佢啦，咁排 ascending order 又好 descending order 又好啦，排翻佢先，10、11、12，跟住13、14、16 m 唔知啊，可能喺中間或者後邊，咁但係咧題目就講咗俾我哋知啦，佢係13。咦？咁啊9個數據，如果 median 係13嘅話，一定係左邊4個，右邊4個，所以 m 同 n 啦就必定要大過等於13。咁啊，所以咧個1佢都剔咗啦。咁啊，最後個問題咧做唔到佢咧就係呢個部分啦，咁係佢呢個錯嘅。咁啊，點解 n 係細過等於16咧？咁好啦，咁我哋因為仲要咧 satisfy 翻呢一個條件啊嘛。咁好啦，咁我哋如果轉翻做 m 係等於29減 n， 其實係中三上學期嘅 inequality 嚟嘅啫。轉翻 m 做嗰個 subject 嘅時候咧 ，m 係必須大過等於13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咧就有咗呢個 inequality 嘅時候咧，就發覺 n 係必須細過等於16。OK， 所以個答案係 dot。又學多樣嘢。